On sama just delay tring on salon che chun chum chi lo nyum chi to gi an sama la ta ya bu yum i rawa yu ha tombo de nga cha khandi trailers na pena tila 祝大家新年快乐祝 las na inji tu ni shuwe na wish do de wish ta so me chi lo ra me lang ge 大家 las na chama lo 大家新年 las na lo sawa 快乐 ta ju happy lo ra 祝大家新年快乐 ani chama la lo sawa la ta ju yong ba show las da wish all happy new year later 祝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 lo sawa la ta shi de le la da lo sawa la ji bu yong wa shu lai zhou ji ku zu sai da di ji bu 祝大家新年快乐好的第五里这边呢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今天 las na tri ruwa de las na kire 今天的 las na tri ki 天气 las na namshi 怎么样 las na kanji du lo ta da de pin ruwa 今天的天气怎么样这一图呢就把的今天的天气怎么样故事说你最近的天气变化很大最近了是那第三了我说他你掐了我了第三最近得了是 kilo 最近的天气了是那南西变化了是那就啊很大了是那被全部都了我说大看了是那今天的天气怎么样？Triki namshi kandido。最近的天气变化很大。第三 namshi 就我全部读了，听不晓得对？我从过年节目了，祝大家新年快乐。怎么了？多少啊？这是的嘞。今天的天气怎么样？Triki namshi kandido。最近的天气变化很大，第三期那么是就我全部读了，我说不是，啊，第五里的 ，sorry， 他的因为了的，因为了是呢，看一些哪来的，因为看一些哪 ，because 了的因为入冬了，入了是呢，哪路远走吧。冬了是那公开了，因为入冬了是那，他公开能做菜的，公开下菜的来着了。但是呢，现在我全部都因为入冬了，我们那看了的冬天到了，冬天了是那公开，到了是那来吧，故事，当时刚这边第三东西就我全部都，你看一些呢，但古能做的来着，公开来的，我就是个，因为。入冬了，冬天到了。好，苏巴的，这个季节的天气总是忽冷忽热的。这个了是那得了，this来人得了的。季节了是那能对 ，season 了了，我就这个季节得了是 kilo 啊，天气了是那能西，总是了是那。大把些，忽冷忽热了是呢，常常了周末，常常了超气度了是。是的，这个了是那点话，季节了是那能对，天气了是那那么些话，总是了是那大把些，
忽冷忽热了气息用的嘞，忽冷忽热了是呢，苍苍了长毛苍苍了草的下落的，故此这个了最容易感冒了，最了是呢毛子了起来的啷个做，容易了是呢连好哦，感冒了是呢强不了啊，大概了嘞，第三能西的苍苍打不起了啦，你苍苍长毛苍苍草起多了，这张连好给强不了的了是，就看了都要小心一点，要了是呢你了过吧，小心了是啥啥去了。一点了是那第四，但如果看了是那第啥啥难了，第三难心就啊，听不多啊，其他抢不来连后的，第啥啥去了，我就啥，好，我这人家记得，我老板给就弄的，好，等不的，也不记得，等不的，祝大家新年快乐，罗啥哇了，这是的嘞。Wish all Happy New Year！ 今天的天气怎么样？ Triki Namshi Kanjido。最近的天气变化很大。最近了第三了，第三个Namshi就啊吃不读了。好，第几了？看一下，你把的。因为入冬了，可是呢，到公开煮的来着了，公开下的来着了。我们就录的冬天到了，公开来的，等你看清楚了这个。是吧的，这个季节的天气，这个了是呢的了，季节了是呢那么多，天气了那么些了，总是了大把些，忽冷忽热了，苍苍了草长木了，最容易感冒了是呢，强把。连好起热了，好，这个季节的天气总是忽冷忽热，最容易感冒了。你给弄些的大把些参照草下参照什么下，你我这强不来了，连好有热了是，街上要小心一点，得啥子秋热了，要小心一点。好，天气冷起大人一大，那时候他们了，那时候了这些得嘞，你那个开始起呗呢，小娃冷着用我说，那时候。